一两判定叫你加入的，最近这个都是么公吧也，等下这个等吧变这个，那些马尾女马儿居下在店里上市，阿弥陀佛。今天呢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日子，在这个殊胜的日子里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关于大堪布贝玛成王上师相应法的一个解释。因为明天是申本月25日空西木的日子，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呢融入佛教频道，就是我们特地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的内容主要是这位大家所知道的这个法王如意宝，金密本座法王他亲自就是撰写给大堪布贝玛财王上师的一个上师相应法。这个上师相应法呢就非常殊胜，非常特别。但是呢，因为今天是比较殊胜特别的一个日子，我想跟大家讲解一下上师相应法的这个内容。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要说明一些情况一个是因为明天就是白马财王上市圆寂19周年的一个纪念日，所以我想跟大家也特别的这个也用这个节目来做一个法的供养啊。那我们今天要所讲的内容的名字呢，就是叫做上师相应法心性妙药的这样的一个名称啊。那我刚刚所讲的就是今年就是白马财王法王圆寂19周年，尤其是明天就是申本月的这个25空西木日，上师白马财王圆寂的殊胜日。根据诸多的这个伏藏大师的意愿而言呢，白马财王上师呢就是金刚手菩萨和几乎大师的化身。莲师的伏藏大法的这个记载当中，也有特别说到白马财王是一个门楞罗钦的转世。门楞罗钦呢，也就是持有大圆满传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大成就者。低于白马财王大堪布的这个弟子和追随者，而且或者对于上师有信心的人来说，那虽然呢上师的这个肉体呢就离开了我们，但是究竟的意义来说，上师永远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精神。只要我们自己有能力相应上师，上师永远在法界的净土上，也就是在我们的心性光明的贪执当中。按传统来说，
最接近就是最殊胜、最圆满的上师相应法，就是修持上师瑜伽。修持上师瑜伽是实际上呢，也可以说佛陀八万四千法门的精华，也是密法的金刚成特别殊胜的法。那上师瑜伽到底是怎么修呢？大家要知道这个细节。在巴珠仁波切的这个普贤上师言教当中，有介绍到什么是上师瑜伽，并且教授了也如何修持上师瑜伽的细节。虽然呢四大教派都有各自的这个上师相应法、上师瑜伽，但是究竟的意义上呢没有不同，只是仪轨的内容的一个长短的不同。今天我们要讲圆寂班巴乔王上师就是受圆寂的这个班巴乔王法王呢，也是与坛城的诸尊的踪迹一起来就是学习这个上师瑜伽的部分，就是贝玛乔王大堪波的上师瑜伽。这个上师瑜伽的缘起呢，我刚刚在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就是1997年3月26日的时候，因为无名佛学院的一个大堪波，就是叫做西绕桑波堪波，大家都应该知道，他主要是齐秦的，并且也有其他的这个阿育吠佛学院的堪波和这个班巴乔王上师的弟子一起齐秦，并且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法王如意宝亲自就亲笔所做的一个殊胜的上师瑜伽。西柔藏布堪波呢，他本身也是曾经在阿育吠文佛学院学习过的，也是译制了班巴乔王大堪波，就是这样的。他是班巴乔王堪波的弟子的身份，向法王如意宝希求这个殊胜的上师瑜伽，而同时，也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法王如意宝本身就是大堪波班巴乔王的金刚师兄，他们是同一个上师的弟子，同一个时间在阿育吠，在同一个时间呢，在扎曲卡的这个一个叫做图嘎如意宝，也就是法王如意宝的根本上师所在的地方，一个阿伦若一起学习佛法，是学习显密佛法的金刚道友。相隔了40年之后呢，法王如意宝受扎曲卡的邀请，再次来到他的上师托瓜如意宝的这个阿伦若，也莅临了班巴乔王法王的佛学院，就是阿育吠。那个时候我个人也在现场，因为他们两个曾经是同一个上师的弟子，经过多年的风雨动荡之后，能够再次重逢，实在是不容易嘛。所以当时就是法王如意宝特别传授了很多殊胜的大圆满法，是他特别传给班巴乔王大堪波为首的阿育吠文佛学院的弟子们，因此他们两个有这样的殊胜的连接。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要讲解一下这个上师瑜伽。上师瑜伽的基础和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对上师三宝要有无造作的信心。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要修这个正法，获得正悟，就是要有无造作的信心。在佛经当中，佛陀也说了，神因地时
依靠信心而证悟的。当具足信心的一个弟子，并坚定不移的这个修持上师瑜伽的话呢，对于这样的弟子而言，上师瑜伽是一切价值的根本，并通过修持上师瑜伽获得一切成就。总而言之，一切安乐都是来自于上师的加持，所以我们要修上师瑜伽，这是极为重要的。那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上师相应法呢，叫心性妙药，心性妙药。就如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上师瑜伽都是与坚定不移的信心离不开关系的。巴珠仁波切在普贤上师演讲当中也说过了，一切密法金刚乘神道唯有上师至关重要，无论是哪一个金刚乘的法门，都是上师瑜伽与上师相应，获得上师加持的方式就是要修持上师瑜伽。因此这里法王如意宝所做的上师瑜伽的名称，也就是心性的妙药，让我们增长我们的信心的一个妙药。这个药增长了我们信心，就我们能够获得证悟了。法王如意宝加持的这个上师相应法呢，如果我们能够多修持，那它就是增长我们对上师三宝信心的妙药啊。这个妙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切来自上师加持和连受上师加持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对上师的信心。所以这个上师大加持和对于上师的信心之间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修持上师瑜伽来更加圆满我们对上师的信心。在我们具足这个上师的信心前提下，就是修持上师瑜伽来获得这个共同和殊胜的成就。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就是上师相应法信心妙药。这个上师相应法是一个简单的仪轨，但内容极为殊胜的。所以一开头的时候，法王说：“生气猛烈，清净娱乐，深戒者虔诚信心，观修念诵如下。”这三种信心当中，一般程度来说的话，不冲突的。有些人虽然不太了解佛法，但看到佛法庄严现象学当中能产生一些清净心，其实是三宝的价值影响了他，这就是清净信心。有一些人听到三宝的功德利益和解脱的利益，他的心上去对解脱和三宝就产生了渴望，想获得这些殊胜的价值，这种动力也就是娱乐的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深解的信心，最殊胜的意义，对于这个了解最殊胜的佛法意义，透过闻思修行，真正的修行的这个原本是什么？是你对修行有了一种坚定的了解，在那种情况下获得的不退转的信心，我们经常说的坚定不移的信心。无论是哪一种信心，都是修行上师瑜伽的根本的基石。所以要这样的虔诚心。二，观修念诵。这里的观就是观想上师本尊，修就是修炼观想和修行的每一个细节，收敛，而且要念诵上师瑜伽的七情文，或者上师心咒名号等等。以上就是法王对这个上师相应法的开头的说明，我们也做了一定的解释。接下来就是法王如意宝
的这个新兴妙药上师瑜伽的内容的这个寄送的一个开头是什么呢？铺居，铺现的铺，居中的居，寄居的居，铺居诸佛，是以纵极身体的身。意思是说，就上师就是所有佛的事业的完成者。虽然佛的事业有很多完成者，但是一切完成者的总集身，也就是根本上师。因为对我们而言，上师善知识是唯一给我们解脱道的佛的这个代表，给我们传授佛法，给我们智慧之眼，让我们懂得因果趋势，这也是佛陀的终极目标嘛。所以也是利他的终极目标。所以上师为了完成这样的事业，清除我们的业障，让我们获得正悟。所以对我们而言，上师呢，就是普具诸佛事业总集身。那第二句说，昼持众生无与无义亲。除了让我们获得解脱获得真悟这个无义的目标之外，上师是无自私自利的，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殊胜无上的菩提心，度化一切的众生，所以他是所有众生唯一的亲人，就像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关怀一样，上师也关怀和爱护所有的众生。那接下来就是第三句呢，说聘主坛城三世共尊主，三世OK。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呢，就是平满法界所有佛的坛城，其实究竟上我们要观修上师瑜伽的时候，要相信是从上师的身口意和上师的殊胜无上的智慧散发出来的妙用最后一切所有的坛城的失守与上师的意智慧，所以一切坛城是来自于上师，最终也是终于始于上师。这里有一个公案从前呢，那若巴大师在自己的头顶上幻化了这个9尊的细金刚坛城，同时呢，然后就是让自己的弟子马尔巴大师来拜见他，因为马尔巴没有见过本尊，怎么说先见的那种，所以当他发现那鲁巴头顶上的本尊的时候，有点兴奋地试图向这个本尊要顶礼，然后再跟自己的上师顶礼。那鲁巴看透了这个马尔巴的心意，所以呢就心死了，所以就严厉地批判了他。那鲁巴上师说一切坛城都是这个上师的幻化像。然后慢慢的，当那鲁巴头顶上的这个细金刚的坛城融入于他自身之后呢，他说除了上师没有本尊，本尊就是上师的妙用。所以那鲁巴大师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让马尔巴了解了，其实究竟的偏主坛城共同的尊主呢，也就是上师。这里的法王如意宝特别强调，就是我们的上师班巴教王法王，他就是普具诸佛事业的总集身，照持众生无与无一情，也是这个遍诸坛城三舍的通尊主。那我们怎么去观修呢？就是要观修上师的无比的功德。所以接下来呢，也法王说，具普缘我，恨是甚乎所，乎诸的乎，以所以的所的所。所以他是这个有具足福报，跟上师有生生世世的这种缘分，才就是能够遇见上师，
才能够对上师产生信心。所以呢，我们与上师有生生世世的因缘呐。特别是这一世呢，这是我们具备的福德，因此我们应该要恨是把上师呢，就深深的当做深深的这个护缩不能有时候觉得上师很重要，有时候就不重要，不是这样。上师是我们永远的皈依处，贪嗔诸尊。接下来说这个要那个法王如意宝说到这个上师的身与意的功德的一个细节的描述这个用词优美，意义广大。也这个第一句说的犹如秋叶皎皎赤兔月，这个皎是皎白。法王如意宝描述白马将王大堪布的功德的意境是非常优美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与其他三者是相比呢，白马将王法王上师的这个就像一个秋天的这种月亮星稀的这个夜空中的满月一样明亮清澈，独一无二是这样。所以接下来呢，还有说举止是成千上万的就是1000万就叫举止嘛。举止心中推尊信奉之，观之无言，深深目妙乐。意思呢说，白马将王上师是一个全心中最为深灭的这种无与伦比的是成千上万个弟子这种尊敬信奉的功德处，供养的对象，如同岁念三宝经里面说，安忍庄严，福藏根本，妙好尽是，众相化梵就是性尽相顺，见无畏逆，观身无言，身无欲等，这样的庄严的圣功德。所以呢，这个句子里面说观之无言，所以观身无言是一样的。所以呢，身目妙乐，这样身目妙乐就是让任何人看到法王白马将王法王，就是成为一个妙乐。是这样。在接下来的第二个是一年上师的发育，也就是育功德。第三个就是要将这个上师的这个义的功德上师的相应上师的心，这就是我们深意义修持上师瑜伽的方式所以这里法王如意宝说，相于细江瑞下莫一时轰隆巨响列战晕乐般这个晕乐音乐应该是音乐版，这个音乐是在藏地描述列战的另一个名称，这个诗词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个就是云乐音乐就是从云中出现的乐器所以这就是也说明就是这个列战这个列山。当吉祥的月在夏天将临的时候，云中有巨响的列声，就像乐器一样，所有的万物都以从梦中被呼醒的那种感觉。夏天的时候，当人们听到列声，知道要下雨，尤其是因为在藏地长时间是下雪的地方，所以当人们听到这个下雨的声音是这种异常喜悦的一个事情。还有一种说法孔雀就是听到列声就会极大的这种喜悦和激动
用这种喜悦来自于就是喜悦之的情况来比喻，就上师的这个书生法语的感悟，以及当我们听到上师讲经说法时候，自己心想去产生的无比的欢喜的那个情况，菩提功德的这种利乐。文殊力赞文里面也其实有类似的这个句子，就是众生海中悲痛义字，具足六识云音语，如大列战烦恼心起，业之提所为解脱。如同印度这个那伦陀大学的这个500个班智达共同为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撰写的这个力赞文当中就说的那样啊，法王如意宝业就是用烈性来赞叹白马财王上师的这个愚功德。另外，作为白马财王法王的弟子或者追随者，我们修持上师瑜伽的时候，应该就是要特别的去意念上师的这个深寓意义的功德啊，这个功德的细节，法王如意宝有继续有描述在这个相应法里面。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相应法，那就是这个里面的细节。除此之外呢，上师瑜伽也可以用来就是修你所有根本上师传承上师的这个总体。所以白马财王大堪布是一个精通显密、精通五大小明的这个大班智达啊。这个有一个故事，就是1980几年的时候，白马财王那个上师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喇嘛。所以，但是白马嘎桑法王现在做亲子的白马嘎桑法王和图顿尼玛仁波切在做亲子里面，那个时候要举办那个藏医院，那个时候没有真实的佛学院，也国家还不允许有真实的佛学院，但做亲子那边只有一个藏医学院，这个藏医学院是现在四川省的那个藏医学院，在康定，规模也非常大。当时在作新现在的那个狮子吉祥无名佛学院那里，就当时县就是要建立了藏医学院，这是国家支持的一个项目。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白马财王那个白马嘎桑法王和图顿尼玛仁波切去寻找1959年之前学习过这个佛法的，现在还剩下的一些堪布有没有在哪一些地方？因为之后的这个30年，没有任何这个系统学佛的一个环境在藏地。当时另外一个堪布推荐了白马财王大堪布，就是我们的上师。于是白马嘎桑法王那个时候，在这个学校的这个负责人的身份，专门去扎奇卡阿日扎一个部落去找到了这个白马财王。那个时候的堪布只是一个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默默无闻的50多岁的一个喇嘛，周围的人也并不知道他是有什么特别的学问，只知道他懂一些藏文的文法和听闻一些医学啊等等，但这些方面他知道是厉害，但是人们不了解他有没有其他什么学问。过去几十年，白马财王堪布都是自己偷偷学的。年轻的时候在佛学院正式学习的时间呢，也没有很长。后来并没有这个学佛法的一个正式的条件嘛，所以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学。堪布一边呢就照顾一些家里的长辈，有另外一个长辈一个喇嘛，一边呢在厨房的炉子下面就隐藏一些经卷，没有人的时候就拿出来学，用这种方式来圆满了这个一切共与不共的学习。那个时候就发那个白马财王大堪布邀请到这个作新的那个藏医院，要开始讲
全知密封仁波切的大智智论，那个内容是要牵涉到五部大论，是一种综合性的内容，包括般若、中观、唯识、律仪、阿毗达摩，通通在里面。所以当时一个堪布能够彻底讲出相关的内容，没有几个，所以其他人也不敢接这个任务了。那个时候，白马嘎桑法王和图特尼玛仁波切，他们呢问这个白马财王大堪布，你能不能讲这个，能否讲这个入智之论？大堪布说，我还没得过口传，如果没有人就是要讲，那就你们一个人能给我这个口传，我就可以讲讲。我们西藏当然是要讲这个说法，要传给别人的话，自己要有一个传授口传的传承。过了几天，大堪布也得到口传，然后大家准备好相关的课程，就堪布在法座上开始宣讲全知密封仁波切的巨作《大智智论》。当时因为法王那个大堪布也过于激动啊，一举定力三宝，就讲了半天。他感慨在过去的这个30-40年，要念一句欧曼的班美红都要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而现在可以坐在法座上光明正大讲了这个佛法，堪布极为激动和兴奋，他爆发了全然的他的智慧力量。白马财王大堪布当时的很多学生，现在都是其实成为这种四川省啊，或者这个中央等等，在就是中国境内的也很多藏语岗位的这个学者和干部的身份。所以呢，大堪布的弟子当中呢，除了有出家人、堪布、诸葛之外，还有很多社会各界的学者。他的法具足的智慧是范围非常广大，非常特别的。所以呢，法王如意宝再继续这个里面写道：相辅世守，大理系自在。他有相辅和世守，这里要相辅的是什么呢？要一切邪见、错误的任何的观念、错误的智慧、认知，佛法上的、理论上的、生活上的、修行上的都有。世守当然是就是要有缘的弟子心中给他们这个就应有尽有的这种佛法和这个殊胜的智慧。这里相辅的意思就是在刚刚说的一样，对佛法产生的那种各种邪见，那就是用他的智慧和逻辑的宝剑都能够相辅，能够灭除，就如同文殊菩萨手上的这个持有的宝剑一样。这个宝剑的作用是什么呢？那就是文殊理藏文里面也说了，无名暗处，酷之妙雅，境界未断，回宝剑。意思就是用宝剑来降服无名，自他的无名，尤其是他人的无名。世守就是对佛法上师三宝有信心的时候，追逐因缘的弟子都是可以用这种上师的语的这个事业来施受。佛陀也是主要的是用他的语的事业传了3转法轮，也就是传了84000个法来施受心中这个众生。这种力量就获得自在，就是获得人就是悉地的成就，也就是大自在的成就，人缘。所以也就是人缘的成就。所以呢，相辅世守就是端出无名的欲功德，世守有缘弟子，在他的心相续当中能够种下智慧的种子，培育心相续当中的善根智慧。法王那个上师白马财王法王就具足了这些功德，所以这就是上师的欲加持的部分，欲功德的部分。法王如意宝又说，
育苗破离绝症即说悦耳，就是育苗苗育破离破是什么？破除他人的邪见，立就是建立这个正确的种植。所以这句的意思就是上师的描绘法语能够破除他人现象学的邪见，并且成立正确无误的宗旨，同时清除一切争议的反驳。如此殊胜的愚公德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呢，这是悦耳的妙语嘛。所以就是无育苗破离绝症即悦耳啊，这个是从法王如意宝的这个视角去评价我们的上师。另一个作为弟子的我们，就这样要对上师有信心。那本马财王法王深有义的这个功德当中，就是义的功德，主要是具足智慧和大悲心。所以法王如意宝说：“离系虚空大会日光照。”离远离系系论，离系就是这样，这就是心心。由于法王说上师的心心内心远离了一切所知烦恼二元对立的所有的分别念，这个远离就是离系的状态。离系上师的心心大智慧就像虚空一样，但上师不是只有一个空性智慧的一个单空的一个成物，除了空还有命，命空不二，这就是大乘究竟的境界啊。这里用虚空来比喻上师的命空不二的这个虚空和那个大日来这个比喻上师的命空不二的空性智慧。接着用大日来比喻的就是特别这个现象学的光明啊。譬如说在有一些星球上可能没有这个阳光，就不会有万物生长的生命存在。一样的，如果只是一个单空，离开了大悲和智慧的光明呢，也必须不算是这个究竟成佛的果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二善相，经常透过智慧质量和福德质量所获得的这个最究竟的法身和四身。这里的虚空是法身，这里的日光就是代表四身。居住这二身圆满的果位就是离系，即远离一切细乱。当一切这种细微的所知障和烦恼障都已经清除了，那是虚空大日，这个日光呢就普照众生。所以呢，这个利他的角度来说，法王如意宝又接着说污浊衰败安居界中笑所以就是这就是堪波的这样的一个慈悲，就像佛陀一样。我等释迦牟尼佛呢，因为比任何其他佛还是特别的摄受了这个污浊涌现的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所以上师也是这样的，大悲像佛陀一样，特别关照我们这些无主众生、庶民和见地无众这些众生，在无主涌现的这个末法时代，衰败的这个安居，就是能够于法界当中就消灭上师具有这样的这个殊胜一功德，就是我们要明观上师的法相，观修上师的身口意的功德，接着就要念诵祈祷文，谢谢你。所以这个当中呢，还有法王如意宝继续说了一个，就是写到的是什么？盛开有缘心灵千万般。这个启就是开启，花开的意思
但是我们呢，就这个就盛开就是这样啊。所以盛开什么呢？我们永远成为法王的秩序者，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这种法喜。这就是一个很美的比喻嘛啊，把自己的内心比喻成千般的莲花，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心是一种本然具足的一个千般莲花。刘祖慧能所说的这个本然具足、本来清净的这个自信，也就好比这个千般莲花，具足一切功德的法相。只是我们对凡夫，我们是现在的我们的凡夫心还没有被化开啊，所以当有了上师的智慧的加持，智慧的这个阳光照射在我们的这个心性莲花上，这莲花就能够打开，把我们的自信比喻成这种千般莲花，是非常优美、非常浪漫、非常特别的一个比喻。这就是，也就是大圆满金刚禅对自信的一种描述方式。所以接着说，这个慈悲深意绕旋无心间。所以这句意思就是说，上师的大悲心和大悲的那种这个深意总是绕旋不断的围绕在我们的心中，就如此明观啊，就是要这样的去观。所以这个法王如一波这个中间有如是明观后，作以下七情。所以这种观想和七情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我想把这个重要性呀，也稍微的要说一下。就像在这个序部里面啊，密序里面说，何人居士界，修10万本尊，不入一刹那，一念上师心生。意思是说，有些人在1000万年修10万个本尊的功德，和一刹那一念上师的功德相比，一念上师的功德胜过了1000年的修10万本尊的功德。除此之外，我们这个观修上师、念诵上师功德的时候，巴珠仁波切在普贤上师研究里面也说了，说什么呢？具有殊胜真悟的上师，并对上师做真佛像啊，以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心啊，这个恭敬猛烈力祈请，使自己的凡夫心以上师的智慧成为我入别，即以上师的加持力使自相续中其真悟。这是巴珠仁波切说的。所以千变莲花要盛开的话，就是要上师的立息虚空大日的日光照会。这个就是巴珠仁波切说的，要使自己凡夫的心和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虽然从显性层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凡夫心，但是从究竟来讲的话，我们的心内心是千般莲花。这个千般莲花只是上师帮忙打开了，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离开他的上师弘忍大师的时候说的，密是师度我，悟是自己度。意思就是说，我们密的时候有上师来度自己，帮度我，但是真悟了以后就自己度自己。真悟了以后，也不是说是不需要上师的意思，那是那个时候上师与自性已经无二无别了，已经没有你我的分别了。所以密法里面也说了，自性上师智慧成为无二无别。自性相续当中，以上师的价值力来，使自相续当中获得真悟。这是自相续升起真悟的这个最殊胜的这个到此地。普贤上师研究里面还有说就直接可以连接到大圆满的法，也就是上师瑜伽、上师相应法。
除此之外呢，印度80位他成就者当中最重要的祖师就是萨拉哈巴大师。萨拉哈巴宗旨也说过是言如鱼贺人心，犹如现金，手中如一宝。也就是说，上师说的教言能够进入任何人的心，就像自己手掌中现见的如意宝，能够获得一切成就。接下来呢，我们要念诵上师的七经文。这个上师七经文的功德，在一部密序叫做《十言庄严序》当中说了，就是说什么呢？10万劫中，全观修迹象最好的本尊，不如刹那念，十生念咒修法千万遍，不如听时一遍声。所以其他念这个修法的1万遍的这个功德都不如七经上师的一次。我们如何去观修呢？我们就接下来要这个真正的观修和七经的方式。有时候我们可以观想在头顶，有时候观想在千变莲花的花蕊当中，就如同大圆满的密序，一个叫阿底庄严序阿德庄严序，这里面也说了，观具恩上师，欲头顶心经，或于智掌中，千佛之成就，必人亦可得。这样的修法就是非常殊胜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的这个七经文是说，呜呼上师仁波切，命我百年其原时，如宁妙正解通等，其缘离时速加持，立刻当下快速加持就这样。所以第一句的意思就是说，猛烈的就是呼唤上师仁波切，也就是说，呜呼是有点悲伤的意思，在揭骂一个藏文的揭骂，但不是那种负面的悲伤伤感，而是对于上师的信心、处理经特别心的那种激动，是激发出来的一种无造作的虔诚心。仁波切是如意宝、珠宝的意思，是那种不是一个特定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地域的意思，而是对自己上师的称呼，请上师慈悲的垂顾我们像获得您一样的同等的证悟。虽然我们现在的心是刚刚说的一样凡夫心，但是要上师慈悲智慧打开了我们的千般莲花，那我们可以获得这个殊胜的证悟。所以便七经立刻受到上师的加持，所以就如果我们没有上师的加持，其实一些成就都会比较难。所以那个该居派的那个竹宫九巴仁波切说过了，上师色身须山上，具现之日入微尘，不将加持之水流，故当群修这个尽心心意思是说，上师的这个色身心性呢，犹如一座雪山一样，但是雪山的雪如果要化成流水滋润那个大地，那就需要阳光。没有阳光，雪是冻结的，没有办法起到滋润的那个作用。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如果对上师生不起信心，就得不到加持，就不会变成这个流水了所以我们应该要精进的去修这个上师的相应法，也要培养这个对于上师的信心。培育对上师的信心方式呢，也就是最重要的是七经上师，要念诵上师七经文很多遍。除了上面这个七经文之外，还有一个七经文是很重要的它是这个丁国亲者法王亲自写给白马财王大堪布的，而且这个七经文是缘起是什么？就是白马财王大堪布最早期的一个弟子，我前面有说过的那位
就是图图尼玛仁波切。图图尼玛仁波切呢，也其实是众人所知的一个大上师，因为经常让像宗萨仁波切啊那些高僧大的赞叹不已的一个活佛。有一个说法是他是活佛中的活佛，所以同时他就是国际的一个学者、藏学家和翻译家，所以他呢也是一个原理释经八法的一个极为殊胜的一个大成就者、修行人。所以他在1980几年的时候，向敦国金色法王就是请基辛了为本马才王堪布那个撰写的这个基金文，而且当时是对，所以那个内容是这样的啊，这个山庙利乐之源佛法佛正法，如法光行三学问思修，聊以显密校正心反省出，善受正论之日我其心。OK， 那就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呢就是这个下面还有一个敦国经济亲笔的一个说，这是在一个大圆门宁麻的这个，它是生米宝藏之光就是宁麻之光，就是图图尼玛是宁麻之光，他的请求下，就是敦国经济说我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亲笔的一个起信文这是这个藏文版的这个起信文的后面，敦国经济仁波切的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明。因为藏文的很多的著作后面会有作者的名字、起信随起信的这些缘起，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个说明，所以这个说明是我也简单的讲了一下。所以这起信文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佛法是这个山庙的利乐的源头，一切这个山庙利乐的这个佛法源头。那本马才王法王是什么呢？就是佛陀正法的推广者，也是深信佛法的一个来源。所以当时呢，佛陀要复兴这个藏地的佛法的时候，确实他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复兴佛法的一个推动者。这是敦国法王对大堪布来弘扬佛陀教法的一个肯定，因为他有这个肯定本马才王法王。第一个，他是本马才王的一个上师。第二，他是那个时候的整个宁麻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大法王的身份，所以这也是敦国金色法王对本马才王上师的一个肯定。大堪布是这个弘扬佛陀殊胜教法的这个具象的善知识，因为大堪布是具有了这个真正具象的善知识该有的条件。作为终身修行的榜样，他的这种言行举止是极为如理如法的。无论从个人的行者的角度，还是从弘扬佛法的方式，他度化众生的方式都是全然融入法义。所以呢，那个里面藏文里面呢特别写到趋行者吧，也就是说自己有自我这种一个如理如法的这个态度，一心作者的一个态度，然后就是来弘扬佛法。这其实是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关键的。这是一个强调了如法，因为现在很多这个表面上利益众生、自以为的这种佛法老师当中，也有很多这种不具足真正法相的人。所以呢，大堪布这个法王是一个如理如法的佛法推广者，也是这个如法弘扬闻思修的一个大堪布。接着说三学嘛，三学就是我们经常用的殊胜的智慧、戒律、禅定的这个拥有者。所以，而且他把自己的这个领悟的三学处、戒律和禅定和智慧的部分，也就是推广和传播给众生，是由他的这个闻思修来的。而且推广佛法的是疗愈，疗愈就是究竟殊胜的正法。
所以就是书生教法和正法兴盛的来源的原因是这样。真正要佛法兴盛，不是要盖佛塔或者什么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些，而且是真正的这个三学和文思修，这就是佛法的根本，也是真正的佛法。所以这样的上师是名于阐述正论之日，正论就是这个阐述正论的日月的日，这也是白马藏王的堪布的另外一个名称，特别强调白马藏王嘎上，白马藏王上师是通达一切法教的这个阐说的功夫这个是边参无疑的那种阐说功的工艺。所以这个基金文其实非常殊胜，是所有大堪布弟子们，也就是日常歌颂的这个一个内容。基金文，我们也要如果能够要这个抑制或这个修治这个上师相应法的话，同时这个基金文也可以一年上师的一个方式。那最后呢，就是要这个欲作修持终之际，就是最后修完上师瑜伽的时候，要这么做的。法王如意宝说欲作就是大作的作，做修将终之以作修，就是作修和修后作有两个。作修将要终之，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要念诵如下，念诵什么呢？最终上师融入我，自我心生此光明，尊意之上师无分别，身心颂叹如安住，或者颂叹如灯烛。有这样这里的这个无声等同于这个自身的这个自性的空性智慧，无生无灭的那个境界。中观里面龙树菩萨经常说的这个无生无灭的境界，代表了这个远离习论的智慧上师就是等同于本尊所以除了上师的自性无二无别，上师和本尊也无二无别，就像马尔巴和米拉里巴那个纳鲁巴大师和马尔巴的那个公案一样，所以没有区别。在自性光明界当中，这就是圣气究竟圆满次第。其实上师瑜伽当中已经有了神奇次第和圆满次第这种颂叹是这个信心不是这个信心无造作的这种定级，颂叹是内心悟出来的，而不是强迫接受观念或者知识层面的一种理解。在光明界当中呢，也除了这个光明智慧，没有其他，这就是上师本尊自己的真面目，静而安住这样的状态。后面有3个经常也许你们在其他的仪轨当中也看到后面这个后面的3个代表了空性无识当中的那个，就是一种特别强调的这种空性智慧的一个标语。如就嗡这个字在印度教当中很特别一样，字在佛法，尤其是在大乘里面，其实是很特别的，代表了大圆满的这个立顿开悟的这个空性境界。古印度的文字里面呢，字是圆形的一个符号，所以呢，发声的时候也几乎不用就是到舌头和这个用不到什么舌头或者那种牙齿等等的那个部位小朋友一笑就是那种一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发音里面也很明显的就因为他需要其他动用的这个部位比较少，所以极为自然能够发出来的一种发音。所以它就像象征了无造作、自然、远离习论的本面目。这个慢慢化为要空心，在这个当中安住。所以就最后如此的，将上师瑜伽念完，并且回向后呢，就这样出作的这个观想，
行走时呢，将上师这个观想在右背上方的这个虚空作为这个右绕的对境，安住的时候将上师观想在这个头顶的虚空当中，作为这个气性的对境。相用吟诗的时候呢，将上师观想在后颈，作为这个吟诗这个先行的供养处。睡眠的时候，那就是上师观想在心间，要作为这个缩者入品者是药这个必须要特别解释了。总而言之呢，那就是随时随地的自己的这个住处观为真正的这个通色吉祥山，譬如恒时不离真言，将以一切这个显现为上师的这个身体恭敬诚心，遇到任何事情观想为上师的价值。所以对上师要有一个这种虔诚的心，随时随地这个无时无刻都要对上师要这样的一个这个处于不离真言的状态。这当时是出座的时候的最重要的观想行程。要经常这个念诵其经，或者上师之古拉玛钦诺，就是上师之，或者莲花之、莲师之，就是古鲁中部钦钦诺，就是这样，久而久之会这个口中也很自然的会说出来，这也是上师瑜伽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能够融入于上师瑜伽的精神，那就是上师瑜伽的修持才能够带入到我们的生活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最后呢，就是明观现有亲戚一切法，皆于上师本性无而别，如是确信，以此善根回向菩提。这是法王如意宝这个最后的那个是信心妙药的那个最后的这个说明，也就是最后关于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结束的后座的一个说明。所以明跟我们现有的这个外企世界内心中是一切诸法都上师本性和没有差别的那个区别的状态，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圣境，最后就是善根回向圆满菩提嘛，是这样。所以那这个后面也有了这个法王如意宝自己的这个亲近的弟子谢罗桑波堪波基钦和普公司这个阿育哲佛学院的其他堪波和弟子一起去行下，是以此的因缘来，然后法王就1997年的那个3月24日，也就是对今天也是一个34日不约而同了就是3月4日，虽然不是今天不是3月24日吧但是葬礼的是24日今天 ，OK， 所以就是这样，以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法王如意宝的这个关于这个上师相应法的缘起的一个说明，所以呢，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重点呢，法王如意宝说什么呢？就是因我未能达到其情之所需求之这个修辞标准，他的意思也许呢，我可能没有达到你们想要的这个标准，他是很谦虚的这样，但我素性自然，心必所至，然后呢，就是一不更是造作，修改轻度包含，法王后面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说明，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法王这个呢，就是说他不是刻意造作的这个挤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露出来的，所以呢，就是一个等同于一个复藏的一个法。所以法王如意宝写的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复藏，
是自己内心光明的境界。虽然它不是不叫真正复藏，但是也是禅定当中悟出来的这种，那是一个禅定智慧的妙用。所以并不是我们普通人这样刻意写作出来的作品一样所以呢，就是因此法王特别说到的我属性自然，心必所至，亦不更是照，这个做修改，所以他没有做修改的习惯，他自己亲自怎么想到直接写就这样。所以虽然这个法王架设的这个法呢，我们不能视为这些是复藏，但是像全真密方仁波切和龙兴巴大师的很多著作呢，因为有这样的特性，所以大家有一个说法是说它和这个复藏是等同的，不像一般的著作。所以用这个逻辑来推理的话呢，那法王的这个著作也是复藏级别的一个法。那虽然呢，我现在要最后做一个说明因为呢，经常呢，我们上师瑜伽的传承其实是非常殊胜的，所以不会轻易的公开他的修持。但是这次讲的是，因为在我们阿里扎我们佛学院的主要的一个负责人，当时的我的金刚道友。也就是这样的，他也是法马乔王大堪波的侄子，所以他很早以前就要求我要讲这样的一个上师相应法，用中文来讲这个上师大堪波的上师相应法，而且也是他制定说要讲法王如意宝所写的这个上师相应法。所以这几天呢，我也恰好是我们是白马草王法王的圆寂纪念日，大法会正在进行当中明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明天藏历15日是最后一天，所以呢，他前几天又是再度的跟我说要完成这个讲解，所以我今天特别为上师三宝，尤其是上师白马草王法王记住心性的人，为了更加提升大家对上师的这个信心来，就大概的也讲了一下这个上师相应法。不过修持上师相应法必须要有个观点这个大家也要知道，也要口传。所以你们就听完这个之后，如果你真的要修，你要想办法要得到上师相应法的这个传承，才就可以实际的去修。我们只是透过这个讲解知道了一些上师相应法的基本这个殊胜。透过这样的讲述呢，大家现象学当中能够产生对上师和上师相应法的这个瑜伽的向往，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大家真的要去修的话呢，要去找上师，要得到上师相应法的珍贵的传承，这是不可忽略的。如果你们曾经有过观点的，或者当你得到观点之后呢，修上师瑜伽还是另一种观点。你们可能会认为有没有自己给自己观点自己可以观点吗？有，这也是一种观点。巴珠仁波切的普贤上师言教里面是这么说的属性是具有法相的上师，具的上师阿斯利，令我们入金刚乘的这个坛城给予这个观点是叫做基义观点、基础观点、基观点，也就是入门的观点。然后依靠上师的相应法，这不观待他远，自己在家里坐定上受持是观点，即融入上师本尊这种为首的这个观点，这道观点。而是究竟果位的时候，当你最后获得成佛的成佛的时候，即将要成佛的时候，就在菩提树下获得一切诸佛的加持的时候，那个时候获得的一个观点叫过观点，
也叫做大光明的这个神圣观点。那个是就是先前圆满正等觉的，这个叫做过观点。所以呢，观点还是有3种观点。所以进藏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要增长的话呢，道观点是非常重要。这个道观点就是上师相应法。所以寂观点是由他缘而完成的，道观点是由这修持的过程当中自己一再不断的修持上师相应的这种道观点。最后就是他到了这个圆满境界的时候，就获得光明诸佛观点，就是过观点。成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记住3个观点，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我之前呢也比较少提到这个上师一些的这个细节，但是因为今天就是有这些这个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些特别的这个缘起，也所以就是我就在这里这样的讲了一些关于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持的一个细节。我也希望呢，将这个讲解献给这个上师有愿的这个对上师有信心的这个那个弟子们这以及我也献上了大恩上师的一个法供养。阿弥陀佛，扎西德勒。Namo Buddhaya.